你知唔知道啊？如果你大半世捱更抵夜慳得就慳，但手頭仲係緊到爆，1毫子都儲唔落，甚至啲錢一嚟就唔知點解因乜事使清光。問題可能根本就唔關你命水或勤力事，而係你屋企有3個收埋咗嘅漏財位，日日夜夜喺度扯走晒你啲財運。喺為你揭曉呢3個死局之前，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一定要先點擊右下角訂閱，點亮旁邊嘅小粒燈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每日吸收轉運智慧同人生正能量，保佑你和家人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，財源滾滾嚟。今日我就直接俾你一套完全零成本，今晚就可以即刻落手嘅白龍王掃除改運法，唔使你花大錢去買乜嘢風水法器，只要你喐動手，將屋企呢3個最容易撞污納垢嘅地方清理乾淨，就可以即時止住漏財，等好嘅財氣同貴人運氣順當當咁入門。講起白龍王周春南師傅，佢老人家一生指點過無數商界特職子同名流明星，佢曾留下一句當頭棒喝嘅真言：一個人如果運勢低迷、財運不通，通常唔係佢唔努力，而係屋企太污糟、太混亂，搞到財神爺都唔肯入門。好多朋友日日走去廟度求神拜佛，買各式各樣貴價嘅風水物品，但偏偏忽略咗自己日日住嘅呢個小天地。白龍王師傅成日話：一屋不掃，何以掃天下？屋污糟則氣滯，氣滯則財退。我哋好多街坊朋友喺香港呢個快節奏嘅大都市生活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奔波勞碌，返到屋企往往已經筋疲力竭，唔經唔覺間屋就堆滿咗雜物，周圍鋪滿晒塵。你可能覺得呢啲只係小事，無非就係間屋亂少少啫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從玄學同磁場嘅角度嚟睇，你間屋就係你個人嘅能量場，就係你嘅精神電池啊！如果呢塊電池充滿住個污嘢同雜亂嘅負能量，你日日住喺入面，唔單止冇辦法補充能量，反而會不知不覺間被消耗晒你嘅精氣神。精氣神冇咗，你嘅判斷力就會變差，脾氣就會變暴躁，做嘢自然唔順，財運又點可能會好得去邊？所以想要改變手頭緊儲唔到錢嘅現狀，各界人大家會幫忙。第一步，亦都係最可行嘅解決方案，就係即刻去清理你屋企呢3個最關鍵嘅死角。第一個要你即刻清理嘅地方，就係你屋企嘅玄關同大門。玄關喺大門入口處，喺風水學同傳統磁場學入面，被稱為屋宅嘅納氣之口，就好似我哋人類嘅嘴同鼻一樣。你每日出門求財，夜晚返屋企休息，所有外面嘅氣場同屋企入面嘅氣場都喺呢個地方交匯。喺香港，好多朋友住嘅單位面積唔大，寸土寸金，玄關空間本來就非常狹窄，好多人都習慣將着完嘅鞋求其咁擺喺大門口或者玄關嗰度，鞋櫃塞到滿一滿，鞋仔散到一地都係。有時入門拆完嘅快遞盒，準備拎出去丟嘅垃圾袋，都順手堆喺門邊或者門口。白龍王師傅曾特別提醒過，大門如果雜亂無章、散發異味、暗淡無光，呢個就叫做堵塞氣口。試諗下，天地間清淨嘅財氣同貴人運氣，隨風飆到你屋企門口，點知一開門或者一到門口，踏面而嚟嘅係鞋嘅異味、堆積如山嘅雜物同積咗好耐嘅塵埃。財氣同好運最中意光猛、明亮、乾淨嘅地方，見到咁嘅氣場，財神爺自然係繞道而行，連門都唔想入門，口雜亂，反映喺現實生活入面，就係你出門做嘢容易遇到阻滯，同人合作容易產生困難，明明就快傾成嘅生意，就快到口嘅獎金，偏偏喺最後關頭出現變數，呢個就係典型嘅門路不通，財源受阻。好多老人家成日話門口暢通，路路暢通。如果你嘅玄關長期堆滿雜物，就等於你喺自己嘅財路上設置咗重重障礙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操作非常簡單。今日睇完影片，你就可以即刻落手。第一，將散落喺地上嘅所有鞋全部收入鞋櫃入面。如果鞋櫃唔夠位，
就將平時唔住嘅舊鞋清理掉，捐出去或者直接丟掉，保持地面空，靠一望到底。第二，將門口嘅雜物紙箱、垃圾袋全部清走。第三，檢查玄關嘅燈光，如果燈膽唔夠光，就換個光猛啲嘅，保持門口光線充足。第四，拎一塊乾淨嘅濕抹布，將大門嘅門面同門框擦到乾淨發亮。門柄係你每日對手接觸最多嘅地方，保持佢光潔，象徵住你每次開門都能揸住好機會。當你將玄關清理到一塵不染、光明磊落嘅時候，你每次出入家門，心情都會舒暢，外面嘅正能量同好運，自然就能順當當咁流入屋企。跟住落嚟，第二個需要你即刻清理嘅地方，就係你屋企嘅廚房同灶頭。喺香港傳統文化同老一輩人嘅觀念入面，廚房同灶頭就係一個家庭嘅財富，就係你嘅聚寶盤。古代人睇一個家庭夠唔夠富足，就係睇佢間屋嘅廚房煙火旺唔旺，米缸滿唔滿，灶頭乾淨唔乾淨。到咗現在社會，雖然大家嘅生活方式變咗，但廚房喺家庭磁場中嘅核心地位一點都冇變。廚房代表住一家人嘅飲食起居，代表住健康，亦代表住你留唔留得住錢，守唔守得住財富。但可惜嘅係，好多朋友喺廚房嘅處理上犯咗極大嘅忌難，因為平時工作太忙，煮完飯之後灶台上面積住厚厚一層油污，抽油煙機上面掛住油漬，水槽入面堆滿咗食完飯未洗嘅碗筷，甚至放過夜。雪櫃入面塞滿咗到手買翻嚟幾個月都唔記得食嘅過期食物，發晒霉嘅蔬菜同醬料，米缸長期見底，或者米缸上面鋪滿晒塵。巴龍王師傅一早已經講過，廚房污糟混亂就係財富隔空、暗號破財嘅徵兆。水槽入面嘅污水同未洗嘅碗，喺玄學上象徵住積壓嘅財務同腐爛嘅晦氣。如果你習慣將污糟碗碟浸喺水槽過夜，呢個喺風水上就叫做過夜金，意味住你嘅錢財會喺唔知唔覺間被損耗。第二日，你嘅財氣就會大打折扣。而雪櫃同米缸代表住你嘅積累。如果雪櫃入面全部係變為發霉嘅嘢，米缸空虛如也呢，就暗示住你嘅財富入面裝嘅都係壞死嘅資產，唔單止守唔住錢，仲容易遇到破財嘅事，例如突然要整呢樣整個樣，屋企人突然要大筆使費，或者投資被套路。另外，灶頭喺風水入面代表火，水槽代表水。如果你將廚房搞到周圍都係水漬，油污混雜，水火相插，雜亂無章，呢個直接影響嘅就係一個人嘅身體健康，尤其係腸胃同心臟健康。身體一唔好，睇醫生食藥又要花一大筆錢，呢個唔就係典型嘅破財咩？要將你嘅財富修補翻嚟，實行嘅方案同樣非常簡單。首先立下一條鐵律，食完飯之後，無論幾攰都要先將碗筷洗乾淨，抹乾水漬放好，絕對唔好俾污糟碗喺水槽過夜，保持廚房乾爽潔，正代表住水通財通，清流不息。第二，定期抽空清理你嘅雪櫃，將所有過期嘅、變壞嘅、唔食嘅嘢通通掉掉，將雪櫃內部清洗乾淨，再擺放新鮮嘅食材，雪櫃入面常保新鮮，代表你嘅財富生機勃勃。第三，將灶台同抽油煙機上嘅油污用清潔劑洗到亮麗如新。灶頭明亮代表你嘅事業同財運紅紅火火。第四，保持一下你屋企嘅米缸，保持米缸至少半滿以上。米缸計喐都好，呢個意味住你嘅生活衣食無憂，底氣十足。當你將廚房收拾到乾淨整潔，充滿煙火氣同香氣嘅時候，嘅財富自然就會越嚟越堅固，錢財先有可能真正咁儲落嚟。講完玄關同廚房，第三個需要你即刻行動嘅實用方案，就係清理你屋企嘅睡房，特別係床頭同床底。睡房係我哋每個人每日度過8個鐘以上嘅地方，係我哋休養生息、恢復精力、吸取正氣嘅核心場所。呢間睡房磁場好唔好，直接決定咗你嘅睡眠質素。而睡眠質素又直接決定咗你第二日嘅思考、問頭度、
情緒穩定性同決策能力。而家好多人手頭緊，投資失利，做生意輸錢。好多時唔係因為佢哋唔夠聰明，而係因為情緒太波動，思緒嘅太混亂，喺關鍵時刻做錯決定。而呢一切嘅根源，好多時就係喺你每日瞓覺嗰張床上面。好多朋友嘅睡房，特別係床頭櫃上面，堆滿咗各式各樣嘅雜物，用過嘅紙巾、未飲嘅水杯，亂糟糟嘅充電線，堆積如山嘅舊書報，甚至仲有各種藥瓶。更嚴重嘅係床底下面，因為香港地方細，好多朋友中意將床底當成超級收納空間，將幾年都唔着嘅舊衫、壞咗嘅電器、破舊嘅皮箱，甚至踩過嘅舊鞋，一股腦兒全部塞入床底。床底積滿咗厚厚一層層，平時都冇去清理過一次。白龍王師傅曾多次規勸過善信，床底雜亂最損人丁與氣場。床下底如果堆滿咗破舊雜物同積咗好耐嘅塵埃力，就形成咗一種玄學上所講嘅滯氣同煞氣。你每日瞓喺床上，你嘅身體同氣場就喺距離呢啲腐舊腐朽嘅嘢幾十厘米嘅地方，足足瞓咗8個鐘。呢啲負面磁場會喺不知不覺間潛入你嘅潛意識，導致你夜晚發噩夢，瞓唔着，起身嗰陣全身脹痛，心情莫名其妙咁沉重同煩躁。一個人如果長期睡眠唔好，情緒煩躁，佢嘅運氣又點會好得去邊？喺工作同生活入面，你好容易因為少少事就同家人、同事、客仔發脾氣，破壞咗人際關係，失去咗貴人幫手。喺面對財務決策嗰陣，你好容易心浮氣躁，聽信人哋嘅花言巧語去買啲唔穩陣嘅理財產品，或者亂使錢買一堆冇用嘅嘢。呢個喺風水上就叫做氣落重，陽氣衰，情緒敗財。要解決睡房嘅問題，實行嘅步驟如下：首先，即刻抽空將床底下嘅雜物清晒出嚟，可以掉嘅舊物徹底掉掉。如果真係需要使用床下空間嚟儲物嘅，一定要用乾淨有蓋嘅收納箱裝好，並定期拉出嚟清理床底嘅塵埃，保持床底空氣流通，床底清空或者整潔，代表住你腳下嘅路暢通無阻，冇任何黑線。其次，清理床頭櫃，除咗一盞床頭燈同一杯水之外，千祈唔好擺放任何雜物，特別係各種藥瓶同電子產品，要遠離你嘅頭部。保持床頭簡簡單單、乾乾淨淨，你嘅心神自然就能安寧落嚟。睡眠質素提升咗，你嘅眼神就會重新散發出煥然一新嘅光彩，思維就會變得敏捷清晰，做事自然事半功倍，口運同財運自然就會被你嘅強大嘅正能量吸引過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發現白龍王師傅教我哋嘅呢3招改運法門，表面睇好似係教我哋掃地做家務，但背後蘊含嘅其實係非常深刻嘅修心哲學同天人合一嘅智慧。白龍王師傅一生有一句被無數人奉為座右銘嘅名言，就係脾氣要好，環境要清，心要正就財自嚟。好多朋友遇到人生低谷，手頭艱緊嘅時候，總係習慣性地向外尋求幫助，埋怨社會唔公平，埋怨老闆唔賞識，埋怨身邊人唔支持自己，甚至周圍去廟度燒香，期望神仙能夠助佢天降橫財。但白龍王師傅話俾我哋知，外在嘅世界其實就係我哋內心世界嘅一塊鏡。當你屋企周圍都係污糟混亂雜物堆積如山嘅時候，呢個正正反映咗你內心嘅焦慮、慌張、急躁同埋不安。打掃房間、清理死角過程，喺玄學同心理學上被稱為一種高效主動嘅斷捨離，係一種極具力量嘅修心儀式。當你拎起掃把濕布，親手將嗰啲積咗幾年嘅舊物丟掉，將積咗好耐嘅灰塵抹走，將散亂嘅雜物整理翻好嘅時候，你唔單止喺清理物理空間，你更加係喺親手清理你內心積壓多年嘅負面情緒、失敗、陰影同心理負擔。每丟掉一件冇用嘅嘢，你嘅心就輕盈一分；每擦亮一個死角，個陣就會幫忙，你嘅精神就明亮一分。當你屋企嘅玄關變得明亮、寂靜溫馨，
睡房變得寧靜舒適嘅時候，你成個人嘅磁場就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。你返到屋企感受到嘅，再唔係緊張同煩躁，而係一種深深嘅放鬆、安全感同喜悅感。呢種良好嘅家居氣場會滋養你嘅脾氣，令你心平氣和、眼光敏銳、心神堅定。古人講和氣生財，一個脾氣溫和、內心富有秩序感嘅人喺出面做嘢，自然好容易得到人哋嘅信任，好容易交到真正嘅貴人，眼光自然會變得敏銳，揾錢同守財嘅能力就會大大提升。呢個就係白龍王師傅所講嘅改變環境、改變情緒、改變命運嘅震動。各位街坊朋友，改運從來唔需要等乜嘢良辰吉日，亦都唔使你花巨資。改變命運嘅最佳時機就係當下呢一刻，就係由你手邊嘅小事做起。今日睇完呢條影片之後，請你俾自己設定一個小目標，唔好貪多，就由今日開始揀你屋企嘅其中一個地方，無論係將大門散落嘅鞋收好，將廚房水槽嘅污糟碗洗乾淨，定係將床頭櫃嘅雜物整理好，立即行動起嚟。當你開始呢個清理行動嗰陣，你就向天地信號重新釋放出一個巨大嘅訊息，你正在主動掃除霉運，你已經準備好迎接全新嘅好運同財富。如果覺得今日分享嘅白龍王轉運行智慧對你有啟發、有幫助，請一定要順手點讚，並喺留言區留下一句斷捨離、迎財神或者萬事順遂，為自己同家人扣下一份好彩頭，祈願未來嘅日子裏萬事順意、財源廣進。同時亦都非常歡迎你將呢篇內容分享俾你身邊親密嘅朋友同家人，贈人玫瑰，手有餘香傳遞正能量，本身就係一種極大嘅聚福聚財。最後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再次請你點擊右下角嘅訂閱按鈕，並開啟旁邊嘅小書雀燈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加入我哋嘅大家庭。未來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連含人生智慧、提振個人氣場同家庭運勢嘅優質內容，陪伴大家喺人生嘅路上越走越順，平安喜樂、富貴安康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聽，祝願各位街坊家宅平安，身體健康，財源滾滾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。